姐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120首，上帝关联实在奥妙。上帝关联实在有妙，宇宙万物表现奇巧，都是圣经临到世间，拯救罪人脱出灾难。圣经真理古今不变，甘愿正多双向比这，也显着满忧伤，暂时为着听人献伊家己。仪表听通学的公平，做官受伤感激心灵，主听做人若捌若痴，是假荣耀通过极奇。有阮这大难着听主，心内恶道已真扫除，求主稳定思想充满，诚心听主那久那大。先知以西结对12章一直到19章，拢在讲起着耶路撒冷的头前所要拄着的情形。包括12章讲着2个受掠的牛调，甲5个受掠的信息。然后15章到17章讲3个披露耶路撒冷受刑罚。18章讲人所读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是为着家己的罪恶来负责，毋是老爸的罪，嘛毋是祖先的罪，总是上帝欢喜罪人悔改，叫伊减恶即个义人行歹。今日咱要看的是第19章，也是这段的最后一部分，就是一首哀歌。这首哀歌就是为着犹大王朝所要来灭亡所写的哀歌。头前1节到9节是讲着少壮的狮会使去互人吞食，然后在后壁10节到14节是讲着这首哀歌嘛亲像一丛葡萄树。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经节。第1节，你着为以色列的领袖唱哀歌，你的老母是狮母，趴伫狮群的中间。伊伫勇猛的狮中间养育细只狮，伊甲一只狮、细只狮仔饲大只，互伊成做少壮的狮，会晓掠老母吞食人。你个听见，就用旱天甲伊掠起来，用钩仔甲伊拖去埃及。这个哀歌是用一个人会当来理解的方式，就是一只狮母饲一阵的狮，这阵的狮中间有2只，两只拢是老母所饲大汉的。总是这个狮伊饲大汉，就是会当去掠这个老母，会当吞食人，安尼才会当来维持生活。总是这个老母所饲大的这只，伊会当吞食，会当掠人，吞食人，会当掠老母。总是去互列国也掠起来，用钩仔拖去埃及。所以这头一只狮，就是咧讲着约西亚王伊的囝约哈斯，主前609年，埃及的法老
来诱发六底河帮站即个亚述王，总是约西亚王去甲伊抵挡，死伫即个战场。然后埃及王法老尼哥将即个犹大王做3个月即个约哈书，甲掠到伫埃及。所以即个约哈书就是即个头一只的细只狮仔大汉起来，总是去互掠去伫埃及。所以即个记载会当伫列王记下卷的23章29节到34节，会当看到有关即段的记载，是约西亚王伊的囝去互狩猎，来到伫埃及，对耶路撒冷去到伫埃及。第5节，师母看见伊的机体落空，心绝望，就搁饲一只细只狮仔，互伊成做少壮的狮。少壮的狮伫狮群中行来行去，伊学会晓掠猎物，吞食人。伊破坏城堡，毁坏城镇，伊吼，众人惊吓，全地趴远。周围的列国对四面围攻伊，因设罗网，乌汉坑，甲伊掠起来。因用钩仔甲伊勾着，关入笼仔内，带去巴比伦王遐。因甲伊关伫坚固的监牢。以色列的进山无搁听见伊吼的声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。拄则讲到约西亚王的囝约哈书起来，然后去互掠去伫埃及，死伫迄个所在。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囝，是即个约雅斤的囝，约雅斤哦，约雅斤约雅斤，伊继位只有短3个月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主前597年来攻打耶路撒冷以后，就将约雅君王甲一群遮犹大的精英掠去到伫巴比伦。所以约雅君王伊伫巴比伦狩猎37年，最后也死伫巴比伦啊。总是伊颠倒受到较好的款待。这个规段的记载会当参考列王记下卷的24章8到16节，搁有列王记下卷的25章27节到30节。所以这个师母会当讲就是犹大，因为伫创世纪的第49章，就是雅各伊要临终的时，甲伊遮的12个囝拢叫来甲因祝福，然后就讲到这个第4个囝犹大，伊就是一只少壮的狮。所以这个狮就是讲犹大支派。这个犹大支派饲着2只细只狮仔，甲伊养育诚做少壮的狮，会当吞食人，会当掠猎物。总是无来完成这个犹大这个国家，颠倒这个机体颠倒去互外国人掠去。一边是去互掠去到伫埃及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去互掠到伫巴比伦，分别就是这个约哈书王甲约哈君王。有人认为讲这个约哈君王可能是指约雅斤，也是指西底家王，有无共款的解说。但是咱对先知以西结伊所写的，会当知影讲这是咧讲历史，诚做这个披露，嘛当讲是预言。这个哀歌已经提早得来为着遮的要来举行遮的送礼，甲遮的众礼，已经来写遮的哀歌第10节，你的老母亲像葡萄树栽伫溪水边，因为水源充足，枝叶茂盛，熬结果子。伊的树枝用固定，通做统治者的管。这丛树大丛，比茂盛的树尾较悬，伊的树枝抽悬，就看袂到。另外一个部分，头前讲到狮，即马讲到葡萄树。这个葡萄树，讲你的老母亲像葡萄树这个老母，在指的就是指整个大笔的这个王朝，就是对大笔起来做犹大王，甲做全以色列的王的时，
这就是上帝甲伊所立的约，就是大卫之约。这亲像是一个老母，亲像葡萄树伫溪水边有水源充足，照时结果子，会当真兴旺，总是这个统治者，个营养分有够，所以连这个葡萄树的树尾甲树枝用个定，甚至会当摕起来做干啊，表示讲伊这个营养，嘛真老练，嘛真这个密度、硬度，拢真有够。到伊大丛的时阵，甚至大丛到远远就看会到，这个葡萄树一般拢袂互伊发甲真悬，但是这葡萄树营养太好啊。所以拢看会到，嘛是表示讲大卫王朝，这个王国，嘛是伫上帝的庇荫，上帝庇荫中间，会当来报用，会当四过来传，互外国都当看到、听到这个风声。12节，毋过这丛葡萄树，因为上帝的受气，连根飞起来，歇伫土骹，果子互东风吹打。顶的树枝受压制高达，互火烧烧去。打伊受牵线受刷在伫旷野，伫打扫无水的所在，树丛着火，烧毁树尾甲果子。伊无阁有顶的树枝，通做统治者的拐。这是一首哀歌，这首哀歌一直流传。19章真短，但是这两个故事，拢是真明显，嘛是真生动，互咱一看，就知影，这咧指的，就是指这个耶路撒冷、南国犹大，伫这个最后伊所要拄着，代表王朝，对300几年前，上帝安尼设立落来，会当发真侪果子，代表40年，所罗门40年，虽望国家分做分裂，但是伫这个南国，犹原有真侪遮好的王来治理遮的百姓，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但是因为遮个王，亲像头前讲的遮个狮，伊会晓拍，会晓掠遮个腊物，吞食人，甚至骄傲，放纵家己，去互列国，一个交去埃及，一个去互交去巴比伦啊，无法度留踮伫家己的国家。所以变做这个葡萄园，最后就是拢荒废，甚至拢去互伊东风吹甲打去，树尾树枝拢压断高大，然后火拢烧烧去啊，嘛是咧讲着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中间内面的圣殿，拢去互火来烧去，所以这个哀歌会一直流传落去啊。今日这段圣经的经节，我来选第9节。因用钩仔甲伊勾伫，关入笼仔内，带去巴比伦王遐。因甲伊关伫坚固的监牢。以色列的进山无阁听见伊吼的声。上帝在提醒咱，等咱若骄傲，上帝就互咱会甲咱警告，但是警告若无阁听，上帝会甲咱来刑罚。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咱人真正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过日子好日子的时阵，就袂记你艰苦的时阵，就爱谨慎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一代兴，二代兴，三代步步无明，四代牧师来请我无赢，五代公马拜到归厝近。真正嘛是伫即个信仰内面争论，嘛看到耶路撒冷犹大国即个信仰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时阵，即个国家最后就消灭亡。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就爱有智慧，通过咱所看所读的圣经，知影安怎样来停止也防止这悲剧哀歌的发生，无过来唱这哀歌啊。今仔日的即个祈祷，咱要用以西结书的第12章，因为对第12章到19章，这中间所咧讲的，就是上帝，又爱先知以西结，来派包袱啊，做一个难民，这个难民拢咧用各种的譬喻，也是这个语言，在讲起着耶路撒冷要安怎受刑罚、受遭灭，也提醒咱，上帝伊的心意是要互以色列人的中间。无要阁有假异象，也是人合一听的语言，
意思就是讲，咱所传的，毋是要讲互人爱听的，是讲上帝所爱传的，上帝所爱讲的，就亲像先知约纳，伊去尼尼微，尼尼微城，就是爱传即个悔改的信息。愿上帝也帮助咱。今仔日是9月25号，伫1555年，迄阵宗教改革的时。因为路德马丁即个宗教改革人士的努力，所以伫1555年9月25，伫即个德国的奥格斯堡，来签一个奥格斯堡的合约。即个合约的内容，就是拥阮新教，特别是即个路德宗信义会，甲天主教，就是遮个大公教会，拢会当共同伫德意志内面，会当来共同会当拢伫迄个所在，袂当去互相的即个偏对方安尼，所以这也是看见路德马丁伊宗教改革所努力的即个成绩。今日也是即个60周年环岛的第3梯次的第4天，今日的行程是照计划是要去玉山神学院拜访，然后靠伫即个美伦教会，然后有普文牧师，然后要过去伫即个新城，要对花莲的新城坐火车转来到伫桃园，也愿上帝带领，让咱一切平安顺遂。今日咱嘛有即个协会志工的即个领导训练，咱的上年部要伫中会伫台中后里要来做即个干部的改选，也愿上帝来看顾。今日的祈祷，咱用罗马人书12章第20讲，无伫效法即个世界，就爱先以今心来变化，叫恁来查验，啥物是上帝良善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亲像即个师母的即个细只师的骄傲，也无互咱亲像即个母亲的葡萄园，到最后无法度修行，去互东风来吹打去，去互火来烧去互火来烧去，是互咱会当来结存上帝伊的果子，会当来遵守上帝伊的恩典甲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通过即个短短的故事圣经集，也互阮有看见即个真深的提醒就是阮爱安怎样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来甲上帝你相同行，也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伫邪恶的世代中间，阮会当来保守阮的心，亲像来保守一切。互阮会当来结出生命的功效甲果子，也愿上帝来帮助阮，互阮时时来思想上帝你的旨意，求圣神保惠师也帮助阮心意变化来换新，互阮会当甲上帝你的心意来活近，也当互阮所讲所行甲所做，拢会当合伫你的心意来因根主你的圣尊名。搁一摆也祝福伫阮今日一切的道合出入，拢有平安，拢有上帝你的祝福较带领，安尼恳求甲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，新诗220首，万军的主，至神的厝。所
寿快乐。日日记你圣殿徛天，他也情义的故，我愿过门的主殿堂，无点爱人的主。上主之大，那日之半，那尊敬拜保护，稳定阳光日出照真，带人行你正路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